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南方東英嘅產品特輯。咁今集繼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個股共反產品最新情況，同埋一啲市場上面嘅新聞同埋焦點啦，大家需要注意嘅。而美股表現嚟講咧，琴晚就麻麻地，美股三大指數呈現一個回調嘅格局。我哋見到市場上面啦，仍然係關注緊一啲關稅相關嘅政策同埋言論。而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啦，早前亦都宣布對一啲半導體晶片嘅產品嚟講，將會徵收新一輪嘅關稅，咁亦都拖累住相關板塊嘅走勢。咁而 Nvidia 琴晚美股收盤咗之後啦，亦都對外公佈啦，宣布啦，政府咧限制咗佢一啲 H20嘅人工智能晶片嚟講，輸到去中國嘅話咧，將會令到佢咧產生咗一個55億美金嘅一個損失。翻到嚟港股交易時段嚟講咧，咁當然啦，大家都係留意緊 Nvidia 兩倍睇淡嘅7388啦，咁表現都升超過1成嘅表現㗎。咁成交方面，頭半個鐘已經超過200萬港紙成交。咁呢啲嚟講就係一啲成功嘅交易例子咧，就係把握住美股收盤咗之後一啲嘅新聞啦，港股開盤咗之後咧，就可以用呢啲工具嚟講做到一啲短線交易，做到一啲超前嘅部署嘅。咁你睇翻4月15號全日嘅9隻個股嘅槓桿反向產品成交咧，超過2400萬嘅港紙，咁超過7成半至港元嘅交易櫃台。剩低2成半啦，就嚟自美元嘅交易櫃台。咁而至於即係最受歡迎嘅產品方面啦，頭2位咧 turnover 最高咧，其實都同 Nvidia 有關嘅。咁排第1嘅話咧就係7788，即係 Nvidia 兩倍睇好嘅產品，成交方面超過550萬港紙。而第2咧就係睇淡 Nvidia 嘅7388。咁成交方面都超過330萬嘅港紙，而第3咧就係睇淡 Tesla 嘅7366，成交方面超過320萬港紙。咁短線嚟睇咧，美股仍然係一個下調嘅空間，而且投資者咧仍然係受到貿易戰所影響，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。7388 Nvidia 兩倍睇淡嘅工具，甚至 Tesla 兩倍睇淡嘅7366，做一啲短線交易，可以幫大家做一啲組合上面嘅對沖，亦都係可以。咁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